知係車玩你定係你玩車啦。好咁啦，不如到鳩事，乜鳩都事。如果你準備入手舊寶馬，或者你已經玩緊舊寶馬，咁今期鳩事你千祈唔好錯過。我會用一架完整度極高嘅寶馬 E46嚟勸退你哋，冇足夠嘅預算，千祈唔好掂，唔好掂，唔好掂，唔好掂。呢個換擋真係超絲滑，仲要係6速手波加後驅設定。呢個動力響應原裝 M54可以俾到你論上190匹。變線清晰直接啊！因為裝咗 KW Cup Sport 2 way 嘅搞壓避震啊，再加上寶馬呢個招牌嘅50/50前後配重，可以俾到你真正嘅貼地飛行嘅感覺啊！喂，仲有全車強化襯套、魚眼襯套拉桿，呢啲全部都係真正做到嘢嘅。最過癮嘅係呢條定制全電排氣，我可以完全感受到呢隻高級嘅機械素質，嗰份嚟自寶馬20幾年前嘅自信，嗰份純粹嘅機械溝通感，而家嘅新車根本俾唔到你。我想講，作為新手漂移車，寶馬 M54真係啱好。如果車手想玩高階嘅玩法，咁寶馬 E46完全可以滿足到你。入門可以直寶馬 B48， 動力穩定，改件又多。玩到極致落場就一定要提到豐田嘅 JZ 系列發動機同埋 GMLS 系列大 V8， 所以 E46先至會喺各大賽場出現，甚至近幾年 D1 漂移賽都仲有 E46活躍嘅身影。無論國外定係國內，永遠一班玩家為呢台老寶馬瘋狂。睇到呢度，你係咪已經心喐喐啦？我想講，寶馬 E46嘅二手價可以話係廢鐵價，呢個價位操控上乘，問你爽唔爽？呢架車整備加改裝前後花費已經高達10萬，先至可以係真正體驗到寶馬精髓嘅一架車。選擇 E46 做你第一台寶馬，好咁啦，其實係選擇咗一種更純粹、更直接嘅玩車態度。佢唔係俾你買菜代步嘅工具，佢係俾真正中意駕駛、中意老車、願意為情懷埋單嘅玩家嘅禮物。所以今期鳩事對於真心玩車嘅朋友 ，E46 推薦5粒星。我再同所有新手玩家朋友講最後一次。一架超過20年嘅老車，整備預算絕對唔會少。但係如果你預算唔夠，又唔想使錢，淨係想執漏嘅，我想講，你直接放棄唔好掂。如果唔係，到時候真係唔知係車玩你定係你玩車啦。呢句話我覺得值得大家深思。今期鳩事就到呢度，下期我哋推薦更多好玩嘅車型。拜拜。